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2月6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119篇第105节到112节，列王记下卷第22章第3节到20节，罗马书第11章第2节到第10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没有弃绝。上帝他总是给人机会，即便是人时常犯罪离开上帝的道路，但正如耶稣基督他自己所说的，人子来不是为了招义人，乃是为了要招罪人。上帝赐给人机会，因为他是怜悯、满有慈爱的上帝。人们离开上帝的正道，是因为不遵守上帝的诫命。我们说法律的意思，就一般来讲，就是说有法就是必须要有律。律呢是规律，是实践，是规范。如果有法无律的话，那么法就等于不存在了。以色列人早就有诫命还有律法了，但是他们却仍然离开上帝，因为不将律法当成一回事。上帝没有弃绝以色列人以及世人，那么世人以及以色列人也应当用相同的态度来面对上帝，或是说来回应上帝。应该以遵守上帝的诫命作为我们生活的目标，让自己能够走在上帝的真道上面。因为不遵守诫命的人就无法走在上帝的道路上，就如同人不遵守国家的法律，他如何说我是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民呢？在美国的交通法规关于红灯，一般来讲停了2秒，或是在加州必须要停3秒，然后呢，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即可以右转。但是在台湾必须要等到绿灯啊，或是有这个绿色的右转箭头啊，那个时候才能转。那么我们要思想一件事情，要遵守哪一个交通法规，表示我们是生活在台湾的人呢？我想这样的思考就非常清楚了。同样的，当我们说自己是上帝国的儿女，却没有遵守上帝的诫命，就无法说服我们周遭的人说我是属于上帝的。以色列人长期离开上帝的真道，但是有一天，以色列的王约西亚王在修建圣殿的时候，竟然发现了遗失已久的这个圣殿里面有上帝的律法书。列王记下卷第22章的经文记载了这一段的历史背景。圣经说，约西亚王在位的第18年，他差派米舒兰的孙子亚撒利亚的儿子王室书记撒番到圣殿去，
吩咐他说：“你到大祭司希勒家那里去拿一份财务报告，上面登记着祭司在圣殿门口值班时向人民收取的钱账目。你叫他把钱交给主管修建圣殿的人，他们要支付工资钱给木匠或是建筑工人、泥水匠，还要购买修理圣殿需要用的木头和石块。主管修建工程的人都诚实可靠，用不着跟他们算账。”沙番把王的命令传达给希勒家，希勒就告诉沙番，他在圣殿里找到了法律书。希勒家把书交给了沙番，沙番读了，然后他回到王那里报告说，仆人们已经把圣殿的钱交给了主管修建工程的人。他又说，希勒家给我一卷书。沙番就高声的朗诵给王听。我们要来思考的是，找到一卷书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，但是最重要的是约西亚王他的态度。他听到了律法的规范之后，马上就反应极为激烈。圣经的记载说，王听到法律书上的话，就撕裂衣服，吩咐希勒家祭司沙番的儿子亚希干、米干雅的儿子雅各波、王室书记沙番和王的侍从亚萨亚说，你们去为我和全犹大人民求问上主，查明这卷书的教训是什么。上主向我们发烈怒，是因为我们的祖先没有听从他的话，没有照这书上所记载的去做。他们非常敏感地感受到他们的遭遇，就是因为没有按照上帝的律法诫命去实践，因此就得罪了上帝，让上帝生气。当时的女先知这样说道，她要他们回去见王，把上主的话转给王说，我要照着王所听到的那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惩罚耶路撒冷和他所有的居民。他们离弃了我，向别的神明烧香，以他们所造的偶像激起了我的愤怒，所以我要向耶路撒冷发烈怒，不会止息。至于王本人，我上主以色列的上帝这样说，你一听了书上所写的，就在我面前谦卑悔改。你一听到我警告要惩罚耶路撒冷和他的居民，使他成为荒凉令人咒诅的地方，你撕裂衣服向我哭泣，我就听了你的祷告。因此在你死之前，我不降灾给耶路撒冷，我会让你平平安安的离世。如同今天的前言我们所提到的，知法却无律，不去实践的话，律法书对听到的人而言，只不过是一个死的条文。约西亚王是一个实践者，是上帝眼中看为义的王，他的作为当然就会有所不同。
保罗在告诉罗马教会的基督徒说，上帝是从亘古的就计划要赐下救恩，因为他不弃绝人，并且早就拣选了人当他的子民。保罗这样说，现在的情形也是一样。上帝出于自己的恩典所拣选的人只剩下少数。上帝的拣选是出于恩典，而不是出于根据人的行为。如果是根据人的行为，所谓的恩典就不是真的恩典了。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是以色列人得不到他们所寻求的，倒是上帝所拣选的少数人找到了。其余的人对上帝的呼召充耳不闻，正如同圣经所说，上帝使他们的心灵麻木，直到现在。他们的眼睛不能看，耳朵不能听。大卫也说过，愿他们在宴会上陷入圈套，被抓住，愿他们绊倒了，遭受惩罚，愿他们的眼睛昏暗，不能看见，愿他们弯腰驼背，无休无止。这就是说，上帝不弃绝人，并且赐下了救恩给所有愿意相信的人。但是仍然有人不愿意接受，不愿意相信，因而必须面对那个惩罚和苦难。这样的恩典并不是上帝，这样的困境并不是上帝所给的，而是人自己找的，因为他们轻看了上帝的恩典、怜悯与救恩。基督徒在遇见许多的困境的时候，并不需要担心，因为上帝并不会弃绝人，这是他的应许。即便是我们远离了上帝，他的慈爱也不会离弃我们。所以要把握机会，抓住应许，跟随上帝，领受救恩。诗篇119篇第105节到112节，你的话是导引我的灯，是我人生路上的光。我要持守肃静的诺言，遵守你公义的教导。上主啊，我所受的痛苦非常沉重，求你照你的应许赐给我新生命。上主啊，接纳我感谢的祷告，求你把你的命令教导我。我的生命时刻在危险中，但我并没有忘记你的法律。邪恶的人设罗网要陷害我，我仍然没有违背你的命令。你的诫命是我永久的产业，是我心中的喜乐。我决意遵守你的法律，直到我生命的终结。感谢上主赐下怜悯的救恩，不因为我们的不义而弃绝我们，反而赐下满满的慈爱与恩典。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